作用。咦？點解咁多小朋友聚集喺政府總部嘅？哦，原來係抗議特區政府漠視兒童權利。嗰啲書報費好貴，所以佢哋就唔夠錢俾啦。有啲咧就佢住屋環境就好差啦，有啲咧就媽咪咧就喺大陸嗰度就批唔到單程證嚟香港照顧佢哋啲小朋友喎。國民教育科其實係已經違反咗呢個國際嘅兒童公約裏邊嘅第29條，即係教育嘅條文裏邊，佢係嚴重咁樣干預咗呢一個小朋友佢嘅獨立思考能力。因為我自己都去過台灣啦，睇過當地佢哋嗰個推行咧，係一個叫全立教育，係唔同能力差異嘅細蚊仔咧都可以有嗰個平等教育嘅權利。咁呢方面台灣做得比香港好。好多譬如話同教育有關啊，最近呢個國教啊，以至到驗讀啊呢啲，其實都冇諮詢過佢哋。咁所以希望有一個兒童嘅委員會去專門監察住有關嘅政策。呢班小朋友其實一啲都唔簡單㗎，佢哋當中有部分代表喺9月去咗瑞士日內瓦出席聯合國嘅兒童權利委員會，申訴香港喺兒童權利做得不足嘅地方。而代表特區政府向聯合國解釋嘅係做咗副局長嘅劉江華。贊成嘅請舉手。6年前，立法會一致通過促請政府設立專責兒童事務嘅委員會，當時劉江華都係議事堂嘅一份子，小朋友都記得㗎。我希望你可以為香港嘅兒童堅守理念，帶領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盡快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不過今日貴為副局長之後，就力撐話政府喺照顧兒童各方面已經做得唔錯啦喎。你07做議員嗰陣時支持我，會唔會而家圍觀都比較難啲咧？要聽翻呢樣嘢。從政府嘅角度嚟講咧，過往我哋睇可能係即係跨部門未必能夠做得咁好，咁所以我哋希望呢一方面嘅工作咧都能夠加強同埋做得更好啦。唉，都預咗係呢個答案㗎啦。尋日係聯合國世界兒童日，張超雄再次喺立法會動議，要求設立兒童事務委員會。今次就由譚志源局長出馬回應。特區政府嘅政策係採取以家庭為本嘅方法，為有需要嘅兒童同埋家庭係提供適切嘅服務。咁啊，秉承有關精神呢，政府喺2007年成立咗家庭議會。乜家庭議會可以講埋兒童權利嘅咩？問下由政府委任嘅家庭議會主席石丹理知唔知先？嗱，呢個呢，就其實政府係同聯合國交代嘅時候咧，就話有關兒童權利嘅事宜咧，其實就交咗俾家庭議會去處理。咁但係一直以嚟咧，其實我哋就未係有好有系統，即係咁樣去睇呢件事。雖然尋日立法會再次通過促請政府設立兒童事務委員會，但由於議案冇約束力，好似一隻冇牙老虎咁，睇怕都係表態為主，難望政府會認真執行啦。